最近我聽到好多有關於新西蘭投資移民嘅消息，當中有一個消息令我非常之擔心，新西蘭投資移民會成為另外一個陷阱。如果你考慮緊新西蘭投資移民，甚至乎已經申請緊嘅你，更加一定要睇呢條片啦。睇片之前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撳埋個鐘仔，一有最新嘅移民資訊咧，你就會知道噶啦。大家好，我係 Annex 浩昌移民嘅創辦人 Angelo 羅立剛，一個已經有超過30幾年移民經驗嘅移民顧問。新西蘭最新嘅 Active Investor Plus Visa 咧係非常受全球申請人嘅歡迎㗎。根據新西蘭移民部公布，呢個新計劃實施咗短短1年咧，已經收到635個申請，當中仲已經批准咗520個添。佢平均嘅審批時間咧真係好快㗎，只需要31日嘅咋。而投資500萬紐紙嘅 Growth Category 咧，收到總共係437個申請，而投資1000萬紐紙嘅 Balanced Category 咧，都有83個喎。當中最多人申請嘅頭5個國家或者地區咧，就包括美國收到225個申請，中國有104個申請，香港有87個申請。德國有46個申請，而台灣都有35個申請㗎。最近我哋申請新西蘭投資移民嘅客戶咧，同我哋投訴話我哋點解同其他移民顧問公司嘅做法唔一樣喎？佢哋話我哋冇推薦一啲投資移民基金叫佢買，又要佢哋去揾一啲新西蘭註冊嘅投資顧問攞投資意見，麻鬼煩。人哋公司一坐到埋去就叫佢買呢一隻，幾簡單幾方便咧？去買呢一隻投資基金。幾簡單幾方便呢？我同翻個客講，其實大嗱500萬紐紙喎，你淨係信個移民顧問公司叫你買邊隻基金你就買，叫你買邊隻基金你就買。我覺得嗰個移民顧問公司都有啲問題啦。點解？因為移民顧問公司根本唔係一個投資嘅專家，而佢亦都冇持有投資顧問嘅牌照，佢同你講投資都已經違反咗證監嘅條例啦。仲有喎，500萬紐紙唔係一個小數目喎，你全部呢啲錢攞嚟買一隻基金，你居然分散投資，我覺得咁樣做好高風險喎。最後點解有啲移民顧問公司只係推一隻基金俾你？因為佢哋有佣金收咯，所以你問下佢啊，其他冇佣金收嘅佢推唔推？所以佢推俾你嗰隻基金係因為佢有佣金收啊，定係嗰隻基金真係好嘢咧？嗱，咁你就自己諗下啦。我就唔方便評論任何投資。OK， 因為我唔係一個投資顧問，我只係一個移民專家啫。所以新西蘭投資移民係一個非常快，唔使點住就可以攞到永居嘅移民計劃。但係當大家作出投資嘅時候咧，一定要有個投資顧問，仲係要喺新西蘭持牌嘅投資顧問俾投資意見你之後，先至好作出投資。否則你嘅錢有機會凍過水㗎。今集內容就到此為止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呢條片，記住 CLS 我哋，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